好啦，咁我哋首先由邊度開始咧？我哋首先就國共和談同內戰開始先啦。咁我哋第一個 point 啦，咁當然就係要講翻個背景啦，即係點解佢國共點解會即係去到呢個即係打完抗戰之後點解會有國共和談？首先第一個 point 就係抗戰中嘅衝突啦。咁首先咁國共喺抗戰期間就其實都雙方都大家都係有啲機心叵測嘅嘢發生緊啦，即係佢哋唔係真心真意咁樣一齊即係合作抗日啦，而係即係一邊合作抗日啦，跟住一邊有各自發展自己嘅勢力咁樣啦。咁例如中共啦，中共嗰陣時候兩支最出名嘅軍隊啦，就係八路軍同埋新四軍啦。咁相信大家都應該唔陌生噶啦。咁喺華北同埋華中咧呢啲主要地區嘅日軍佔領區咧，就喺中共嘅呢個八路軍同埋新四軍就喺嗰度開展呢個叫敵後游擊戰啦。呢個重要嘅，呢個要記一記啦呢度。咁佢哋就會根據咁樣而去擴大佢自己根據地啦。咁就所謂嘅解放區啦，即係中共自己嘅根據地。咁國民黨啦，就即係當然唔想見到中共咁樣發展啦，所以就抑制佢啦。咁雙方就造成一個嘅衝突上嘅加劇啦。咁當中最激烈咧就係1941年1月嘅一個叫做皖南事變啦。咁乜嘢皖南事變咧？就係國民黨軍啊喺安徽南部啦，即係安徽就係叫皖咁簡稱係皖啦。安徽南部咧就包圍同埋攻擊中共嘅新四軍啦，咁就釀成咗一個好嚴重嘅衝突。咁蔣介石就點咧？咁佢就隨之下令就取消咗新四軍嘅番號啦，因為係咪先？咁因為我打你係咪先？我打你，跟住你又打返我轉頭，咁我嬲，咁取消你嘅番號咯。咁就呢件事就導致到國共對立啦，瀕臨破裂咁滯啦。但係最尾就因為蘇聯同埋美國咁兩大強國就介入咗呢件事，所以最尾先至大家就話重新和好翻啦。咁都係表面啫。好啦，咁第二個 point 咧就係戰後嘅受降糾紛啦。咁喺日本宣布投降之後啦，咁國共就因為接受咗日軍嘅投降啦，國共就因為接收日軍投降同埋收繳武器呢啲嘅問題啦，咁產生咗一啲好嚴重嘅矛盾啦，即係大家意見都唔一樣啦。咁嗰陣時候咧，國民黨咧就係由美國喺後面撐腰嘅，咁咧佢就調軍啦，就前往各地嘅去日軍佔領區度收復翻佢哋啦，咁就進行翻一啲受降工作啦，咁正常啦。咁同時咧，亦都指令中共部隊咧就喺原地駐防待命，係咪先？如果我俾你去，你一陣罷完之後，你唔肯俾翻我，咁我咪收皮，係咪先？咁我梗係由得你，我梗係叫你乖乖地咁留喺度啦。咁中共心諗你咁樣叫，咁我梗係唔聽你講啦，係咪先？咁啊，我梗係快過你入啦，咁啊，迅速入去華北等地啦，就受降，咁啊就先接管咗日軍嘅佔領區同埋佢啲裝備先啦。咁國共軍隊咧，亦都其後喺華北交通要道嗰度多次發生衝突，就係因為呢單嘢啦。咁除此之外啦，咁中國啦，東北就有重大資源同埋戰略價值啦。咁詳細就唔多講啦。咁1945年8月啦，蘇聯軍隊進入咗東北之後啦，咁就拒絕交出佔領區啦，咁啊阻撓國軍接收東北。咁但係轉移咧，蘇聯咧就協助中共軍隊就進駐東北各地啦，咁就將收繳咗嘅日本嗰陣時候駐守東北嘅就日本軍隊就叫關東軍，咁就將佢哋嘅裝備交俾中共啦，咁增強佢嘅實力。好啦，咁第三個 point 咧就係人民渴求和平啦。咁喺1930年代以嚟啦，咁中國就係咁受到日本侵略啦，例如9·18、1·28嗰啲，咁你有背就都會記得㗎啦。咁同埋就係8年抗戰啦，啱啱先完啦，咁國人就飽受痛苦，城鄉又殘破，因為打仗啊嘛，係咪先？咁同埋物資短缺啦，百廢待興。咁國民咧一般咧就係反內戰啦，同埋要求和平啦。咁當時有個呼聲係十分之強烈啦。咁國民黨嘅內部亦都有聲音要求啦，就要和平解決今次嘅國共衝突啦，咁避免戰事再次重開。咁國共和談咧就可以話係人心所向嘅。咁第四個 point 啦，就係美蘇兩個大國嘅主張啦。咁二戰之後啦，國際就出現咗所謂二元對立啦，亦即係之後嘅冷戰啦。咁就係以美國為首嘅資本主義陣營同埋蘇聯為首嘅社會主義陣營對峙啦。咁美國咧就驚中國就爆發內戰，咁就令到攻入咗中國東北嘅蘇聯咧就有機可乘啊嘛，乘機擴張勢力啦，咁就梗係唔想發生呢咁嘅事啦。此外咧，美國就希望中國成為抗衡蘇聯嘅力量啦，並且為美國嘅商品同資金提供龐大嘅市場，因為中國土地多人口多啊嘛。咁同時咧，但係佢又唔想捲入去中國嘅內戰啦，又驚即係
美國都唔想即係自己跳落水濕身㗎嘛，咁於是咧就推動國共和談咯。同埋咁呢個時候咧，蘇聯嗰方面咧，佢就認為中共嘅實力咧尚不足以對抗國民黨，因為嗰陣時候國民黨始終都係即係合法政府啊，咁實力點都有嘅。咁就期望國共可以做成一個叫聯合政府嘅嘢啦。簡單嚟講就係國共 share 權力啦，咁就共同去管治中國啦。咁中共就可以藉此取得合法地位啦，咁就令到蘇聯可以增加自己對華影響力。咁因此咧就唔反對美國介入調停嘅。咁第五個 point 啦，就係國共自己嘅企圖啦。咁由於國內外嘅輿論咧都要求和平啦，咁國共都唔願意背負呢個拒絕和談、挑起戰爭嘅責任喎。咁如果唔係，就變咗千古罪人、民族罪人啦，係咪先？咁就以和談作為一個策略啦，咁就爭取國人嘅支持同國際嘅諒解。咁此外啦，國民黨就意圖藉和談啦去迫使中共交出軍隊同政權啊。咁呢個就係國民黨嘅意圖啊。咁同時就爭取時間嘅調配國軍。咁而中共有啲咩陰謀啊？陰謀，中共有啲咩打算咧？就係佢就想打算借呢個國共談判啊，就係爭取自己嘅政黨合法地位啦，咁就保障同埋繼續擴張佢哋本身自己嘅解放區。好啦，咁跟住落嚟就係到呢個嘅和談嘅具體內容啦。首先第一樣嘢啦，就係簽訂呢一個雙十協定啦。咁幾時簽嘅咧？就係1945年10月10號啦。咁當然啦，雙十啊嘛。咁談判地點咧就喺重慶，咁時長就大概3個月到啦，就由45年嘅8月去到10月。咁國民黨有啲咩主要人物咧？就係蔣介石、張自忠嗰陣時都係高層，國民黨高層啦。蔣介石就更加唔使講啦。咁中共有啲咩咧？毛澤東啦、周恩來啦，同埋仲有一個嘅張圖涵，有一個叫黃若飛人啦，咁就可以記埋佢嘅。跟住咁啦，呢度有一個特殊人物要提嘅，就係有一個叫美國駐華大使嘅克爾尼。咁咧，佢嗰陣時候咧就親身去到延安，即係嗰陣時候中共嘅主要根據地啦，咁就陪同咗毛澤東就一齊飛咗去重慶嗰度參加談判。咁啦，就雙十嗰陣時候啦，國共就簽訂咗呢個，其實全名就應該叫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嘅，咁所以簡稱雙十協定啦。咁你當然可以寫雙十協定啦。咁主要內容就包括啲咩咧？就係和平民主、團結統一啊，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富強新中華。算啦，呢啲唔使背。咁我主要就講話，其實呢一次雙十嘅協定咧，其實係唔成功嘅。點解咧？嗱，首先就係因為中共啦，佢堅持乜嘢咧？就係堅持國民黨就一定要承認中共軍隊同埋解放軍政權嘅合法地位，係咪先？咁同埋就要組織呢個聯合政府啦，令國民就一定要求國民黨分享自己嘅權力啦。咁國民黨咧就要求軍政令咧就必須要統一嘅。咁並且咧就議定咧要取消中共領導嘅軍隊同解放區啦 ，basically 就係要廢咗中共啦。咁加上就係呢個受降啊、接收淪陷區嘅問題咧，其實係冇解決過嘅。咁結果啦，成效係點咧？成效當然冇啦。咁談判期間就共軍呢個時候咧，其實就已經迅速開入東北，就準備接收呢個中國東北嘅日軍嘅淪陷區啦。咁喺美國支援之下啦，咁呢個時候國民黨亦都力圖上去攞翻華北同埋接收東北啦。咁呢個時候嘅共軍咧，裝備仍然係非常之落後嘅，咁啊難以阻擋國民黨，即係始終國民黨都係有即係財大，跟住軍隊又人數多啦，咁就始終都係強大過共軍好多嗰陣時候。但係國民政府咧，嗱大家唔好唔記得喎，就係嗰陣時候其實有一個反戰嘅輿論壓力，咁嗰陣時候即係中國人都話好攰啊，唔想打咁樣，就即係其實好討厭就係邊個如果想再開戰咁樣啦，咁所以國民政府礙於呢單嘢，其實都唔夠膽話去做一個全面攻擊毆中共嘅。好啦，呢就下一個 point 啦。下一個 point 啦，就係呢個嘅停戰協定啦。停戰協定係咩咧？停戰協定咧就係雙十協定簽訂咗之後咧，咁國共咧武裝衝突仍然時有發生啦，正常。咁1945年12月，美國總統咧嗰陣時候就要到魯門啦，就 Truman 啦，就派遣咗呢個 George Marshall，即係馬歇爾啊，就來華去調停呢個國共衝突啦。咁46年嘅1月，國共喺 Marshall 嘅調停之下咧，就達成咗一樣叫停戰協定嘅嘢，咁就頒令全國停戰啦。咁停戰協定咧，由兩邊簽咧？國民黨嗰邊代表咧就叫張群，跟住咧共產黨代表咧就係周恩來，咁大家都熟悉㗎啦。咁就係呢兩個人負責簽嘅。咁呢度有兩張圖啦。好，咁第二個就係政協會議啦。咁
咁喺呢個嘅停戰協議頒布嘅同一日啦，政治協商會議就喺重慶召開。咁會議咧就通過咗一樣叫和平建國綱領嘅嘢。咁咧類似就係避免內戰啦，和平協商方式解決糾紛，整編軍隊，制定憲法草案，跟住仲有就係組織聯合政府，召開國民大會咁樣啦。咁呢啲一啲好 normal 嘅要求。好啦，咁最尾咧，咁當然係唔成功啦，大家都估到㗎啦。咁點解唔成功咧？首先第一個 point 啦，就係利益衝突啦。咁政協會議期間啊，國共就堅持己見，唔肯讓步啦。你又有你嘅要求，我又有我嘅要求。你又唔肯接受我嘅要求，我又唔肯接受你嘅要求，大家都係一擔擔。咁所以好多嘢上面大家都達成唔到共識啦。咁就結果就即係冇得達成協議啦。同埋會後啦，國民黨就唔肯向中共分享權力啦。咁中共亦都唔肯將軍隊交俾國民黨啦，即係又翻返起點，但乜都冇講過啦。咁兩黨軍事衝突咧，咁就之後就更加激烈啦。咁所以其實成個停戰協議就宣告失敗嘅。好啦，第二樣嘢就係爭奪東北啦。咁東北咧就係戰略重地啦，頭先都有提及到啦，就係天然資源好豐富嘅，工業基礎雄厚啦。主要係由奉軍嗰陣時候張作霖就管，因為本身張作霖就係個奉軍嘅勢力範圍就喺東北三省，就係佢嗰陣時候去建造，即係呢一啲嘢去為東北打下咗個雄厚嘅工業基礎啦。咁呢個唔講咁多啦。咁45年年底啦，咁共軍就喺蘇聯嘅任命之下進入咗東北啦，咁就準備接收一下關東軍嗰邊啲嘢武器啊，接收淪陷區。46年3月啦，咁東北嘅蘇軍咧就陸續撤退啦，咁就將繳獲咗嘅嗰啲武器就轉交俾中共啦。咁中共亦都迅速進佔東北，並且阻止國民黨前進，就去收翻東北嘅。咁呢個時候咧，馬歇爾就派遣呢個執行小組到東北去調處啦，但係戰事就持續啦，戰火就東北蔓延咗去山東、蘇北、河北等地啦，咁即係越演越烈啦又係。咁其實就調停失敗啦，呢個當然啦。國民黨咧就對戰事咧就盲目樂觀啦，認為憑藉自己嘅軍隊人數量啊，同埋武器嘅精良程度，就認為1年之後就可以收共軍皮啦，但係冇可能。但係就大家後尾都知咩事啦。咁呢個時候中共就洞悉到國民黨嘅困境啦。咁嗰個時候咩困境咧？主要就係啱啱打完交啦，咁啊國人就唔想再打內戰啦，所以佢又唔敢開，佢又唔敢全打。跟住再加埋就係佢相信有蘇聯撐腰，所以對最後勝利亦都抱有信心。因此喺和談咧就未能取得任何成效嘅。咁1947年1月啦，馬歇爾啊就反國啦，知道自己收皮啦，知道自己做唔到任何嘢啦，因為冇可能搞得掂啦。咁美國宣告調停失敗，咁呢個就係和談嘅始末啦。咁我哋就進入呢個嘅國共內戰嘅經過啦，呢個就係下一個部分啦。主要有啲咩咧？咁我哋首先就係大家首先就係兩黨裏面有分歧啦。點解會有內戰？就係國民黨就係三民主義啦，有大唔記得係咩咧？民族、民權、民生啊，咁就係呢三民主義啦。五權憲法啦作為基礎，咁通過呢個軍政、訓政、憲政3個階段就建立仿效西方資本主義，呢個係重點啊！資本主義模式嘅民主政體，所以先至咁搞。咁中共就信奉呢個馬列主義啦，即係馬克思列寧主義，即係共產主義啦。咁傾向蘇俄共產主義模式嘅，咁就以推翻資本主義、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為目標，即係擺到明同國民黨嘅執政理念唔妥啦。咁兩黨嘅建國理念存在根本分歧啦，即係我係黑嘅，你係白嘅，大家黑白不相，水火不相容，係咪先？咁其實合作咧就只能夠暫時性嘅啫，好難達成一個全面嘅諒解嘅，因為係先大家從根本上就已經唔同啦。咁再加埋啦，第二個 point 就係抗戰之前嘅積怨啦。之前有提到國民黨第一次合作同埋分裂啦，咁應該有提及到一樣嘢叫清黨啦。清黨自從27年啦，國民黨清黨之後啦，中共發動武裝起事啦，國共嗰度進行咗長達10年嘅對抗啦。國軍嘅5次圍攻啦，咁5次圍攻中共嘅江西嘅蘇區啦，咁中共就發起咗25000里長征，咁啊遷至陝北啦。咁紅軍就損失慘重。其後啦，國軍就繼續攻打延安，即係中共新嘅根據地啦。最尾25000里長征停嘅嗰個位啦，咁啊去到西安事變，即係張學良軟禁蔣介石，咁啊戰事先宣告停止嘅。咁啦，
喺之後啦，就係抗戰期間嘅衝突啦。咁呢個就係再加嘅。咁國共表面上雖然就再度合作啦，但係大家其實係互相唔信對方啦。咁啊，同埋就係有時候都避免唔到衝突㗎啦。例如咧，中共就意圖咧一面就抗日啦，一面就擴張勢力啦。但係國民政府咧就極力想壓制中共喎，唔想去發展勢力。咁兩黨咧就多次爆發軍事衝突啦。咁我哋頭先有講就皖南事變咁樣啦。咁中共嘅新四軍就受到國軍嘅伏擊啦，咁啊幾乎收皮啦，兩個黨嘅關係。咁就見到其實兩黨之間其實係咪先新仇再加舊恨，其實就真係好難以短時間之內化解，唔係靠話幾個和談或者談判就搞掂嘅。咁啦，之後咧就係有關抗戰贏咗之後咧，衝突再升級咯。日本投降咗之後啦，國共都希望接收淪陷區同埋日軍物資啦。頭先都講過啦，咁啊出現咗激烈嘅受降之爭啦。咁國民黨咧就下令共軍咧原本就原地待命嘅，咁就由國民黨入去接收啦。咁中共就唔服從啦，咁啊自行接收咗日軍撤守咗個淪陷區啊，同埋收繳佢哋嘅裝備咁啦。咁蘇軍撤退咗之後啦，共軍就佔領埋東北啦，即係本身關東軍嘅嗰個位啦。咁啊國共軍事衝突咧就會越嚟越激烈啦。咁雖然國共啦就喺國內外壓力之下展開談判啦，但係兩黨咧都因為都以自身利益為先啦，咁大家都有私心啦，借和談作一個所謂嘅政治宣傳工具啦，打擊對方。咁例如話國民黨咧，其實唔肯同中共分享權力啦，中共亦都唔肯交自己嘅軍隊俾國民黨啦。其實大家都根本就冇嗰個誠意去做呢個和談，係咪先？大家立場都好強硬，都唔肯讓步，係咪先？例如話啲咩重慶談判啊、咩政協會議啊，其實都根本就冇得咁靠講去解決分歧，只不過係延遲緊內戰嘅爆發啫嘛，係咪先？所以就係啦，呢個好啦，下一個 point。好啦，再加上咧就係嗰陣時候咧，共軍咧其實共產黨嘅實力咧就增長得好快嘅。咁因為點解咧？就係8年抗戰啦，中共喺華北同華中發展根據地啦。頭先有講啦，就係嗰啲咩敵後游擊隊啊，咩攻佔日軍淪陷區咁樣啊，咁就乘機將佢變成解放區啊，又發展勢力啊，擴充黨組織同部隊啊。咁當8年抗戰完咗之後咧，中共咧已經有83萬嘅軍隊啦，其實好多人嘅130萬人。咁解放區咧嘅面積就達到100萬平方公里啦，咁就有1億人口啦。咁加上咧蘇聯呢個老大哥咧就支援中國共產黨，咁咧就接收咗大批關東軍裝備啦，同埋最後進佔埋東北嘅。咁加上咧就係佢哋喺唔同嘅抗戰期間有唔同嘅會戰啦，咁啊組織技能啦，例如話啲咩台兒莊大捷啊，仲有8團會戰啊嗰啲，令到佢哋嗰啲組織技能啊、軍事經驗都有所提升嘅。由於中共嘅軍事、政治同社會影響力大大提升啦，咁實力咧就開始威脅到國民黨咯。咁所以咧兩黨咧，正所謂係咪先？正所謂兩虎，正所謂一山不能容二虎啊嘛。咁你兩黨決戰咧就在所難免㗎啦。好啦，咁第6個 point 就係美蘇介入啦。咁二戰之後啦，美蘇兩大陣營就對立啦，冷戰啦。咁其實佢哋兩個國家都希望可以確立本身喺中國嘅勢力去抗衡對方嘅。咁而美國咧就協助國民黨接收淪陷區同埋提供軍事物資啦。咁蘇聯就支持中共啦，例如話攞到東北啦，提供軍事經濟援助啦，大家都係差唔多啦。咁國共咧就各自就恃住有美蘇作為後盾啦，就互不相讓。咁即係個兩邊都認為啦，我有美國同蘇聯撐腰，咁就我一定唔會輸啦。咁所以就唔會服軟啦，亦都唔會作出讓步，所以就導致到內戰全面爆發。呢個亦都係在所難免嘅。好啦，而家咧就到國共內戰嘅經過啦。首先啊，第一個階段啦，就係46年7月去到47年嘅6月。首先啊，就係國軍就仗住人數優勢啦，就大舉進攻，就攻陷大量城鎮先。咁啦，國軍啊，同時亦都佔據咗中共嘅主要根據地延安啦。咁因為中共初期頭先都話啦，武器唔夠精良，人數又唔夠多，所以就唯有就撤退啦，採取守勢就撤往呢個陝北山區。咁國軍啦，雖然就係迂迴掃蕩啦，就分開就係咁諗住掃蕩共軍嘅軍隊啦，但係咧掃咗好多次咧，其實都未係可以重創到共軍嘅主力軍隊嘅，所以成效唔大。好啦，
跟住咧就係第二個階段喎。第二個階段咧就係共軍啦。由於共軍係咁同國軍打游擊戰啦，咁就導致到國軍啦不斷佢哋嘅力量啊、士兵嘅數量其實不斷被削弱啦。咁呢個時候咧，共軍咧就開始轉守為攻啦，咁甚至收復埋佢哋本身失去咗嘅沿江添。咁國軍就失利啦，咁啊實力同埋士氣咧就日益減少啦，咁啊變咗由攻變咗做守咯，反而呢幅圖大家都睇到啦，例如46年啦，國軍咧本身有430萬人嘅，咁啦，但係去到49年年初咧，其實已經得翻210萬人啦，其實已經冇咗差唔多一半有多啦。咁反睇共產黨咧，46年嗰時候得82萬軍隊嘅啫，但係去到49年初咧就已經310萬啦，就升咗差唔多2倍咁滯。好啦，咁跟住就係最後一階段啦，就係48年9月至49年嘅1月啦，咁就3場戰役啦，一定要記㗎啦。首先東北三省最上層嘅嗰個就係叫遼瀋戰役啦，因為遼寧啊同埋瀋陽都係喺東北三省嘅，所以記住喺東北嗰個位就東北三省嗰個位就 OK 㗎啦。跟住叫平津啦，點解叫平津啊？北平天津，所以你記得北京同天津個位大概喺邊咧？咁平津嗰個位就大概喺嗰度㗎啦。咁到時如果要填話邊啲係邊啲地方咧，咁到時記得就可以啦。咁最尾就係淮河戰役啦。咁淮河就徐州啊，徐州隔離咯，差唔多啦。喺天津下面啊，喺黃河下，啱啱好黃河下面啊嗰條就係淮河啦。咁記住就喺黃河同淮河中間個位啦，就係淮海戰役啊，唔係淮河戰役啦，淮海啊，寫錯淮河扣分啦。好啦，咁解放軍咧喺呢3場戰役入邊咧，紛紛都係大勝嘅。咁首先啦，就係遼瀋戰役啊，咁解放軍最尾就成功佔領咗東北全境啦。咁同埋亦都令到國軍損失咗大約47萬嘅軍隊啦。咁而呢個平津戰役咧，共軍咧就成功佔領咗呢個長江以北中下游地區嘅。咁咧，國軍亦都損失咗大概55萬人啦。咁而最後一場淮海戰役咧，就成功令到解放軍佔領咗華北全境啊嘛。國軍又損失大概52萬軍隊啦。你可以見到3場咧，其實加埋咧，國軍係損失超過咗大概150萬軍隊。所以見到呢3場決定性嘅戰役，其實已經奠定咗中共嘅勝利啦。好啦。咁其後咧就係國共再次和談啦，3大戰役之後啦，中共就幾乎進佔咗長江以北嘅所有地方，差唔多所有地方咁滯㗎啦。佢頭先咁講啦，華北全境啊、東北全境啊咁樣。咁共軍咧呢個時候咧就南下啦，就準備去威脅嗰陣時候國民政府嘅首都啦，即係南京啦。咁國軍就接連慘敗。49年1月啊，蔣介石隱退啦。咁呢個時候就由李宗仁就代理總統。咁4月啦，國共和談破裂嘅。咁主要點解咧？就係中共咧就提出要懲罰戰犯啦，即係簡單嚟講就係收你哋國民黨高層嗰啲同埋將軍嘅皮啦。咁國民黨就梗係唔 buy 啦。咁呢個時候咧，國民黨咧就收皮啦，因為解放軍咧就入嚟啦。49年4月，共軍咧49年4月咧，共軍咧就跨過長江攻佔南京咁啊，國府咧就要係咁搬遷啦。咁其實咧，國軍就唔係直接由南京遷去台灣嘅，中途又經過咗幾次嘅搬遷嘅國府，例如話首先係遷咗去廣州啦，再遷去重慶，再遷去成都。嗱，其實佢哋一直開始遷去西方嘅，但係直到西方都開始淪陷啦，咁就直接遷去台灣。咁就大陸失守。大陸失守，咁就係啦。咁呢個就咁國共內戰就完咗啦。係啦，呢個就已經收咗皮啦。OK，跟住咧，下一個就係呢個嘅。好啦，咁講完個場仗嘅結果啦，咁就講點解會有個咁嘅結果啦。首先我哋由政治方面開始講啦。首先國民黨有啲咩衰啦？首先第一個 point 就係貪污腐化啦。咁喺8年抗戰之後啦，百廢待興啦，人民其實期望政府係可以盡快領導重建工作啊嘛，其實重啟翻大家日常生活啦。但係國民黨咧，主要嗰陣時候好多官僚咧就罔顧時間，
不但未能解決民生嘅問題啦，反而又加捐加稅，甚至係貪污舞弊。嗱，呢啲就真係你係咪先？呢啲亂世啊，啱啱打完仗，你貪污舞弊咧就一定係唔受，一定係唔 buy 你嘅，一定係嬲你嘅。例如話國民政府接收淪陷區嘅時候咧，官躍乘機啊嘛，穿櫃桶底啊，中飽私囊，咁啊侵吞民財公產，咁啊藉口又話咩肅清漢奸，但係實際上咧就敲詐勒索。部分高級官員咧就更加挪用咗美國本身提供嘅援助啦，大量收購工廠企業啦，咁啊其實去盈利啦。咁由於國民政府啊貪污腐敗，因此啊唔 buy，啲人啊唔撚 buy 佢，咁啊大失人心啦。呢個係預咗。加上啦就係呢個嘅國民黨組織本身就鬆散啦，即係國民黨內部組織鬆散啦，派系林立，呢個係最重要，派系林立。咁例如有啲咩師師系、三青團、新政學系，點解會有派系林立咧？其實由30年代開始就已經有㗎啦。點解咧？記唔記得蔣介石當初北伐嗰陣時候係做咗啲乜嘢？中原大戰係咪先？中原大戰佢係咩啊？佢係同咩啊？閻錫山、馮玉祥嗰啲，後尾咧就歸降加入咗國民黨，但係咧佢哋係仍然維持咗自己嘅派系，佢只不過係歸順咗國民黨啫。佢哋係冇真心咁樣去將自己嘅軍隊去擺晒落，即係歸附晒落國民黨嘅統一派調子，所以仍然係有好多派系嘅。例如話蔣介石自己都有個嫡系軍隊喺個國民黨入邊啊，閻系啊、馮系嗰啲咁都係嘅。加上咧，蔣介石處理呢一啲派系矛盾嘅時候咧，就存有呢個私心啦，又令到黨內鬥爭其實好嚴重嘅，因為蔣介石通常都係以個人利益出發啦，咁啊經常就出現咗分裂內訌啊，大家之間係唔會忠誠合作啦，對中共嘅和戰亦都未能意見一致啊，咁啊唔少國府官員咧仲轉投中共添，仆街啦，咁國民黨咧實力受損啦。咁去到內戰後期啦，國軍就係咁輸啊嘛，尤其是係嗰3場主要戰役，遼瀋、平津、淮海，蔣介石備受黨內外攻擊，國民黨嘅內訌升級，結果蔣介石就下野啦，就隱退，咁黨內分化就更為嚴重，因為李宗仁擔任完總統之後咧，有個人就叫孫科咧。就將嗰個行政院咧就遷去咗廣州，就令到李宗仁政府咧就運作唔到，亦都冇辦法同中共和談啦。咁同埋內鬥咧就令到國民黨外在形象受損啦。啲人覺得點解你個政黨咁唔團結㗎？咁我點解要支持你啫？再加埋啦，唔團結，形象受內鬥，同埋亦都會令到佢自己實力削弱啦。咁啊，終止個政權倒台嘅。咁講完國民黨啦，就輪到共產黨有啲咩好咯。咁首先共產黨啦，首先第一就係黨紀好嚴格。咁中共咧自此咧就自創辦開始咧就已經建立咗一個嚴格嘅組織啊，重視紀律啊。黨員咧而且亦都堅信共產主義啦，目標非常明確，且大多有服從中央嘅指令啦。喺領導方面啦，以毛澤東為首，事權統一啦。再喺國民黨嘅鬥爭入邊啊，全黨上下步調一致，力量集中啊，對比國民黨嘅組織分散同埋內鬥啊，派系林立，加上咧善於動員同埋統戰嘅，呢個亦都關政治影響歷史嘅。咁中共就注重透過農會啊、工會啊，記唔記得啊？因為共產黨就係以農民同工人去作為呢一個嘅主要力量，咁透過農會、工會呢啲基層組織咧，就以動員群眾力量就可以得以逐步壯大啦。咁跟住咧，中共加上佢哋善用政治宣傳同埋統一前線嘅策略啊，咁啊提倡同其他黨派合作，咁啊組成一個聯合政府，爭取各界支持。於是咧，由於中共咧就藉此發起一個民主運動啦，建立咗一個開明嘅形象啦，增加本身嘅影響力啦，又以打倒專權獨裁嘅國民黨同埋蔣介石為口號啦，係咪削弱國民黨嘅聲望，此消彼長啊？因而喺民望方面咧就佔上風嘅。咁後面中共點樣獨裁，我哋就講住先啦。至少我哋嗰陣時候認為自己唔係獨裁。好啦，第二個方面就係軍事方面。軍事方面啦，國民黨有啲咩差咧？就係派系林立，軍心不穩。頭先已經講咗派系林立㗎啦，唔止政治方面有影響嘅，軍事方面都有影響嘅。
咁啊，國民黨軍隊咧有啲咩？其實有蔣介石嘅嫡系啦。桂系咧係乜嘢嚟嘅咧？桂系就由白崇禧啊、李宗仁嗰班人就係桂系啦。其實係嗰陣時候又係軍閥啦，只不過係後尾歸順到國民黨。鹽系啫嘛，鹽系就係閻錫山。旁系啦就係其他之外，即係呢一啲係之外嘅嘢。咁啊，大家待遇又唔一樣啦，級別又唔齊，明爭暗鬥啦，即係各個派系為咗爭奪權力啦，咁時常內鬥啦。加上各系咧就因為咗保存自己派系嘅實力啦，就互不支援啊，按兵不動。咁呢啲都係正常噶啦，會發生嘅事噶。咁抗日期間啦，咁國軍嘅實力就嚴重消耗啦，即係佢哋本身已經損失咗大量嘅兵力打日軍嗰陣，加上抗戰啱啱完啦，內戰又嚟，國軍咧普遍咧就厭戰嘅，因為就唔想再打仗啦。咁士氣低落啦，呢個正常嘅。以致將不用命啊，即係將又唔肯聽命令，又唔肯聽國民政府命令，啲兵咧又唔肯打交喎，甚至咧就集體投向中共，或者俾人逐個擊破，咁就輸都係時間問題啫。加上就係國民黨一開始戰略失誤啦，國民黨軍力咧其實本來就遠勝中共嘅，咁但係蔣介石咧就因為咁樣而過於自信，就認為可以喺短期之內徹底收解放軍皮。咁內戰初期啦，國軍就發動全面攻勢啦，但係咧可惜未能消滅對方主力，反而令到戰線咧拉長，因為佢哋要打入去農村啊、偏僻地區，即係西南地區嗰度入去打，滲入去打啦，戰線拉長，耗損兵力之餘咧，補給又補給唔切啦，並且咧要以大量軍隊固守啱啱攻佔完嘅城池啦，可以調動嘅兵力咧就越嚟越少，咁喺戰略上面咧就開始陷於被動啦。咁隨住內戰持續啦，國軍咧本身強大嘅強勢就漸失啦，無以為繼。咁反觀共產黨啦，共產黨咧係軍力同士氣方面啦都係優勝於國民黨嘅。首先啊，中共對軍隊咧就注重思想教育、紀律嚴明啦，例行呢個嘅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啦，呢個要背嘅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嚇。咁啊，由黨中央控制軍隊啦，指揮就當然統一啦，使全軍咧上下一心，士氣係十分高昂嘅，就對比翻國軍嘅普遍厭戰、士氣低落。抗戰期間啊，中共就積極擴充軍力啦，加上戰後蘇聯老大哥協助，又獲得咗關東軍精良嘅裝備，實力大增。加上咧有國軍投降嘅，加上國軍有啲就唔想打啦，就投降咗過去中共啦。加上就新加入嘅農民啦，因為佢哋主要根據地都係農村㗎嘛，我帶嚟咗一啲武器同人力資源啦，令到中共軍力咧去到48年中嗰陣時候咧，已經同國軍係成為軍勢㗎啦。咁最後甚至取得勝利添。加上咧共軍戰略得宜嘅，咁呢個戰略喺長啦，咁啊盡量講啦。咁啊首先啦就係中共直同國民黨談判嗰時候，爭取時間全力發展東北嘅根據地啊。頭先講過東北有豐富嘅資源，同埋係一個重要嘅戰略據點嚟嘅。咁加上內戰前期啦，雖然中共軍力處於下風啦，但係就能夠以守為攻啦，唔在乎個別城嘅得失啦，唔會話為咗勉強捍衛自己嘅城池啦，就係咁浪費自己兵力啦，避免自身兵力耗損，而以殲滅敵軍作為目標嘅。咁即係我唔介意抌座城俾你，最緊要係我殺你夠多人就 OK 啦。同時退守農村之餘，又可以爭取民心，壯大力量。咁中共啦，加上又針對國軍固守城市、兵力分散弱點啦，咁啊利用擅長游擊戰啦，就採取呢個嘅以農村包圍城市嘅策略，切斷交通線，以孤立城市啦，咁就令到物資運唔到入去啊，交通又唔掂啊，集中優勢兵力咧就逐個擊破。咁解放軍游擊戰啊，加上同埋運動戰嘅成功咧，就成功得到大量國軍嘅投降嘅人員啦，同埋物資，咁就可以轉為己用，此消彼長，拉近咗兵力差距。咁啊，等到時機成熟、實力充足，就轉守為攻，展開咗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啦，消滅咗國軍嘅主要部隊同埋精鋭，咁啊，奠定勝國嘅衝突。跟住咧就係經濟方面，經濟方面就首先第一啦，就係國民黨方面有啲咩差咧？就係第一就係未能改善民生啦。8年抗戰之後啦，本身國家已經元氣大傷啦，啱啱俾日本打完，咁經濟係瀕臨崩潰啦。
人民咧其實係渴望政府去重振經濟嘅，但係咧國民政府咧就未能紓解民困，更加為咗應付內戰咧而徵收繁重嘅捐稅嘅，咁就民不聊生啊，苦上加苦。當時咧城市失業問題嚴重，糧食供應緊張，廣大農村咧就飢民遍地啊，係咪先？大批難民就湧入城市，局面動盪不安。四川啊、新疆呢啲地方咧，更加曾經發生過民變嘅，咁就可以睇得出其實民生方面咧，國民黨啊真係做得唔好啦。加上咧就係幣制改革失敗，內戰爆發，軍費啊龐大啦，當然啦，因為我又要錢，擴充軍隊我又要錢，整武器我又要錢。國民政府咧就濫發當時嘅法定貨幣啦，就叫法幣啦，咁啊彌補翻個財政赤字。咁但係你都知道㗎啦，讀 econ 都知㗎啦，係咁派鈔票咧就會導致貶值嘅貨幣貶值，咁啊結果啊導致惡性通脹啦。咁結果就係物價飆升啦，係咪先？物價飆升，咁啊民不聊生。48年8月啦，政府咧就決定發行新嘅法定貨幣就叫金元券，咁就令到人就同埋逼啲人啊，就同時以金銀啊、外幣呢一啲咧冇貶值到嘅嘢去兌換啦。但係冇幾耐咧，金元券咧都因為係咁濫發啊，所以就都係狂跌㗎啦，都係變成廢紙嘅。咁直到49年4月啦，金元券嘅發行量已經增加4500倍啦。其實呢度已經可以睇到啦，就係咁樣導致惡性通膨，個經濟崩潰啦。民窮財盡啊！咁國民黨嘅貨幣政策就令到人民嘅財產啦一再受剝削啦，係咪先？因為啱啱我攞完真金白銀去換你呢啲咁嘅金元券，結果金元券冇咁快惡性通膨又貶值啦，咁我係咪先？咁我一夜又變翻做窮撚啫嘛，徹底破壞政府信譽啦。以致民心盡失，軍心又動搖啦。因為大家都窮啊嘛，又冇錢賺就民心就盡失㗎啦，政權加速滅亡。咁啊，對比翻共產黨啦，共產黨就有改善農民生計嘅。咁中共咧就宣揚共產主義啦，咁就以土地問題作為核心啊，強調平等共產嘅。咁喺佔領區咧就實行呢個土地改革。之後中共建國之後都有做呢樣嘢嘅，同埋減租減息嘅政策啦。咁啊，主要係將地主啊、富農嘅部分土地分配翻俾貧農啊、佃農啊，咁因而廣受農民支持啦。例如東北等地嘅農民啦，就踴躍參加解放軍啦，呢個就係嗰個優勢啦，令到中共嘅勢力可以喺當地迅速擴展。加上喺淮海戰役嗰陣時候咧，農民就提供人力物力支援啦，咁就令到有助解放軍去取勝嘅。咁第四啦，就係社會方面。咁社會方面咧，首先就講國民黨有啲咩問題啦。首先第一就係脫離黨派同群眾。咁國民黨咧就未能聯合社會各階層咧共同建國嘅，所以就俾人話係獨裁啦。抗戰勝利之後啦，自然就固然唔能夠容納共產黨呢個咁大嘅眼中釘喺度啦。加上亦都冇注意團結其他黨派嘅，例如話當時有一啲中間派啊，例如話民主黨咁樣嘅。咁甚至因為憲政問題咧，就同呢啲黨派就有矛盾對立啊。加上咧，國軍又強硬鎮壓呢啲反對聲音，打擊異己，係咪先？俾人一啲高壓獨裁之感。咁呢個有咩例子要背咧？就嗰陣就民主黨有一個人士叫聞一多嘅，咁佢就係俾人暗殺啦。咁雖然就冇直接證據就話係國民黨做嘅，咁但係因為嗰陣時候國民黨通常俾人哋一種獨裁啊、高壓嘅感覺咧，就算唔係你做都俾人屈咗係你做嘅。咁加上啦，城市群眾啦，生活艱苦啦，頭先話失業問題啊，加上大批饑民湧入城鎮啊，對政府不滿咧就日甚㗎啦，引致南京、上海、北平呢一啲重點地方咧學潮洶湧。咁啊，例如有啲咩咧，就係有啲加上呢個，例如用啲咩去做口號咧，就係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加反美嘅。咁啊，三反加多一個反嘅。記多次啦，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同反美。咁點解會反美咧？就係有一單嘢叫沈崇事件嘅。咁簡單嚟講就係美軍啊，就好似話係咪喺強暴沈崇？冇記錯係啦。咁就總之就係美軍
美軍喺當地就喺中國就施行暴行啦，咁就令到沈從就死亡啦。咁就結果學生咧就抗議美軍嘅暴行啦，咁所以就有呢個反美運動啦。咁國民黨啦，佢又應對無方啦，往往咧就唔識得點樣去和平解決呢單嘢，反而武力鎮壓，就令到社會動盪不安之餘，啲人就更加不滿。咁國民黨咧就因為咁樣失去民眾，呢個就係重點啦。失去民眾，冇咗民眾支持咧，你個政黨就垃圾啫。包括啲知識分子啊、青年學生呢一批啊，呢一批係新興力量，呢啲你冇佢哋支持咧，咁你就日漸俾人孤立。咁啊，加上局勢唔穩啦，要分配兵力守備後方啦，令到前線戰場軍力受影響。本身記住嗰陣時候佢哋同共軍仲打內戰㗎嘛，咁國民政府無法全力對付中共咯，咁咪導致到中共點解都可以打得比想像中好好多。咁反觀共產黨啦，就善於統戰嘅。咁嗰陣時候啦，就其實呢個 point 亦都可以用去政治嘅。咁中共就強調平等共產啊，同埋又成功塑造咗一個反戰愛好和平嘅形象啦。咁啊順應到民情，嗰陣時候就通片反戰啊，係咪先？咁中共咧就善用統一戰線。統一戰線咧，後尾佢都會成日提及到嘅。咁統一戰線咩意思咧？就喺政治鬥爭入邊咧，就聯合次要敵人去打擊一個主要敵人嘅策略啦，就積極發起呢個民主運動，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啦，取到呢個民主黨派啊、社會賢達同埋青年學生嘅支持嘅。咁嗰陣時候咧，就通常中共就成日會提及到有兩條戰線啦。第一條戰線當然就係前線嘅戰線啦，就係士兵啊打仗咁樣啦。第二條戰線咧就係知識分子同社會人士嘅支持。咁中共就係靠呢兩條戰線去取得一個嘅優勢啦。咁嗱，頭先講到啦，有啲乜嘢取得支持例子啊？例如話主要嘅中間派嗰陣時候叫中國民主同盟，喺48年年初咧就宣布同中共合作，就推翻國民黨政權嘅立場啊，咁就有呢個立場，就令到中共聲勢日盛。加上中共咧又積極喺城市宣傳同埋推動學潮啊、工潮呢一啲嘢，咁啊動員群眾就舉行呢個反內戰、反饑餓、反美啊同埋反迫害嘅示威，咁啊又可以取到學生、知識分子同工人嘅支持啦，又可以擾亂到國民黨嘅統治區內部嘅社會秩序啦。咁就唔使寫國民黨統治區，就叫國統區就得㗎啦。咁啊打擊國民政府嘅威望，同時咧自己嘅政治影響力又係可以上升，又係此消彼長啦。好啦，跟住第五個 point 就係外援方面啦。外援咧，國民黨咧就係美國啦，美國就係國民黨外援啦。抗戰贏咗之後啦，美國咧其實就力主國共和談啦，停止內戰啦。頭先就提及到啲原因啦，例如話防止蘇聯喺中國東北擴張勢力啊，又話為美國商品同埋呢個嘅。商品同埋咩，同埋呢個嘅日用品去提供呢一個嘅市場啦，係咪？咁同埋就係呢個嘅，等下先。Wait, let me see。商品同資金啊，提供一個龐大嘅市場啦，同埋就唔想捲入呢個內戰啦。係啦，咁跟住啦。但係就係因為美國咧主張力主和談啦，就間接為中共提供整頓軍力嘅時機啦。咁呢個加上啦國民政府腐敗啦，引起民眾不滿啦，民眾啊普遍唔支持國民政府嘅。美國啦就俾人指話支持國民政府啦，中國咧於是就反美示威啊，加上沈從事件啊，就更加係越演越烈啦，令到美國政界部分人士咧其實對中國事務咧就日益意興闌珊，就唔想再插隻腳落去嘅，就唔想再煩。加上咧嗰陣時候咧，羅斯福咧就現任美國總統咧就死咗，咁啊杜魯門就繼任咗美國總統啦。咁啊對國民政府嘅態度咧就冇以前咁積極嘅。咁馬歇爾調停失敗之後咧，杜魯門就唔想捲入中國內戰啦，因而大幅削減對國民黨嘅援助。少年7月啦，美國又對華實施禁運軍火10個月啦，其後又宣布唔再貸款俾中國啦，削弱咗本身國軍嘅作戰能力同士氣嘅。咁而共產黨就係嘅支援就係我哋嘅蘇聯老大哥啦。45年年底，共軍咧就喺蘇聯嘅庇蔭之下進入咗東北，咁啊
合併咗嗰陣時候東北一帶嘅抗日民軍啦，同埋偽滿洲國本身嘅軍隊啦，實力驟增。其後啦，東北嘅蘇軍咧就陸續撤退，咁啊將繳獲嘅關東軍武器轉交中共，咁中共就迅速接管東北啦，同時亦都取得當地豐富嘅工廠設施啦。加上國共內戰期間啊，中共就持續得到咁樣蘇聯嘅支援啦，有助戰勝國軍。對比翻美國禁運軍火又唔貸款咁樣，咁就令到國軍就失去咗好多嘅支援啦。咁呢個就係主要就係勝負因素啦。好啦，咁跟住就到下個 point， 最後一個其實就呢個可以簡略咁講啦。呢個主要就係一版過嘅，就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啦。咁成立咧，咁首先就係籌組新政協啦。48年啦，中共邀請各界民主人士啊，例如滿蒙回藏各族代表海外華僑啊，籌備召開新嘅政治協商會議啊，準備成立呢個民主聯合政府。49年9月建國之前呢，建國前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就喺北平召開，由毛澤東擔任主席。會議通過咗一樣嘢，共同綱領啦，呢個要記啦。呢個最重要嘅共同綱領啦，呢個要記得清佢啦。同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後面冇咁重要啦，冇所謂啦，要背啊唔背啊咁樣。咁啊定都北平啦，改翻名叫北京啦。咁啊採用公元幾年嘅，因為之前就係用呢個民國幾多年咁樣嘅，所以就而家用翻公元1949年咁樣啦。但係跟住咧國歌就係要義勇軍進行曲啦。咁啊聶耳曲田漢係填詞嘅。咁五星紅旗咧就係國旗啦。咁會議咧就推選毛澤東咧就作為呢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咁朱德、劉少奇、宋慶齡宋慶齡啊，見到啊，孫中山為商，6人就係叫副主席。咁啊選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咁新中國成立啦，1949年10月1號，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同時係選出中央軍政要員，任命毛澤東咧就擔任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或者係後面係啦軍委主席啦。咁周恩來就係政務院總理同埋兼外交部長，咁朱德就係解放軍總司令。咁啊喺北京天安門嗰度舉行開國大典，因為毛澤東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下面其實都唔使點，其實後面都冇背過咁就算，我就唔講。係咯，總之就係共同綱領要背啦。毛澤東係乜有咩職位啦，要背啦。有啲乜嘢定都邊度，國旗係乜嘢，跟住國歌係乜嘢，咁呢啲係啦。人民民主專政啦 ，OK 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最高權力機關 ，OK。我諗就差唔多，咁呢個課題就完啦。咁就係啦，去到呢度。咁之後咧就係社會主義建設同埋三面紅旗咁啊，遲啲再搞。